正大消息，繼續來看新竹縣的副縣長陳建賢，離新竹縣長的初選，輸予立委徐欣瑩了後，兩個人都唔捌同時出現。國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今仔日接受到專訪嘛，講因兩個人選了夠大，有影攏無見過面。我覺得我們當然都願意給當事人，就我們的阿賢吶，陳建賢更多的空間跟時間。新瑩候選人本人也釋出了很多的善意，那我覺得這一點，他去找他幾次？聽說有見到嗎？好像去見。他應該還沒有見到。後來陳建賢甲徐欣瑩保持距離，但是最近刷甲民進黨新竹縣長的參選人鄭朝芳，以及民眾黨台北市長的參選人邱庭遠同台，引發着聯想。鄭麗文強調講，縣長的選舉袂使輸，伊講陳建賢應該是袂做出着家己的人找對手痛這種親痛仇快的代志。